伫美国的夏威夷虽然是真接咧落雨，不过雨若落了就会随出日，所以天顶不时拢会当看到晴。这嘛号做是世界的采晴之都。不过因为气候的变迁，可看的期间愈来愈长，伫风北的所在，可能未来要看到晴机会就较少啊。旷快山顶仰头一日看天顶挂双晴，等晴顶的时阵，路边完有一撮晴，还可以当看到飞机为晴穿过真水的画面。当地居民是讲，伫夏威夷生活上赞的代志，就是永远毋免用心去找晴，搁加伫夏威夷拄是冬季交雨的季节，看到晴的机会搁较悬。对夏威夷的原住民来讲，晴代表神圣的力量，嘛代表幸运，因为晴伫夏威夷真接快，出现的机会搁比其他所在加真济，所以有教授甲夏威夷叫做世界晴的都市。The reason Hawaii has so many rainbows is the weather. Lots of sunshine, short showers, and trade winds. The clean air also helps. All these together combine to create some of the world's best conditions for seeing rainbows. 夏威夷是晴的都市，所以当地管楼外壁、公车车壳、汽车车牌、餐厅拢会插七色的彩虹图样。当地球队球员互人叫做彩虹勇士。不过气候变化，科学家讲到2100年，巴西地中海甲部分中部非洲地区看到晴的机会会减少。不过阿拉斯加顶多会看到更较侪彩虹。If climate change means we see fewer rainbows, I think all that will mean is that people will appreciate them more when they do see them. 若是夏威夷的彩虹，科学家预测未来会更较侪。不过做段换的期间，若是愈长，看到晴的机会就会愈少。像什么方面的毛伊岛甲夏威夷岛会因为安尼受影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